咱会当来参与伊的建工来树方面。你若昨有电视你有看一个20几岁无？要到30岁一个参与伫即个演艺界，忽然间离开世间。我就有一个代志，伫咱的四周围，佫有一个妈妈伊的囡仔受到迄个男朋友甲气杀，是讲伊真少年的时阵，那伊的妈妈就是，你会当看到迄个电视，你就知影讲伊的妈妈迄个痛苦的心情。所以无输定爱提起咱，一定爱感谢上帝。咱每一摆困起床，一定爱感谢上帝，因为上帝佫留咱的活，互咱厝里每一个人都会当平安、欢喜、快乐。这是上帝，互咱上大的稳定。即礼拜，我牧师就讲，咱来看去较无相像的事奉甲敬拜，你就知影讲，今日是特别的日子。我主要讲，咱足注重，咱就是咧标示咱注重咱这个年终奖。咱咧教会牧师甲咱拍基础，咱有一个年终奖伫咱的中间。我想咱的教会，你若无咱这个年终奖伫后壁，而且咧甲咱祈祷，你甲咱扶持，咱的教会会当起来。所以嘛袂记，咱的年终奖是咱的智慧奖，咱有一个信用，咱来为学习的所在。咱会当对伫中间来学习。我真真感动，今日咱来相遇团圆无？伊是我拄仔比刚才才转来牧师，咱顶礼拜才练尔。我的唱啊，遮尔好听咧吼，真是无简单啦吼。咱的年终奖，你看伊早起有吼，唱啊遮水，还拍鼓啊，好啊，拍鼓啊吼。这无简单的，迄条歌是望春风啦吼，迄用迄个流行歌有吼，望春风来。用咱的套入去内底唱出来一条诗歌，所以要早起透过这小朋友，你看咱的小朋友嘛，咱就厉害。我嘛唔知咱的小朋友遮厉害，伊有迄打小提琴，佫跆你的指笛。牧师你讲，牧师我人讲，分到就有声，无你分看卖啊讲，毋敢有声尔咧，你佫还有一个旋律咧你看我。开始印记嘛，来到教会无偌久，迄个佳美安尼的囡仔，你看我伊就会晓弹啊真好势配韵甲即个木片小提琴木片安尼安尼，佮我会当指笛。本来伊小可无啥好势，但是伊讲毋知要怎弹的，毋知要怎弹的，因为伊手无拄好嘛毋知要怎弹的，牧师就甲讲你会晓定倒手啊。倒手要哪运用？你看伊弹啊足好势，伊去较好，伊嘛足欢喜呢。本来伊按说讲伊就袂当做啥物，所以牧师要甲你讲，来甲教会，咱来甲教会有啥物好处？你带你的囡仔来接近上帝，有啥物好处？你拢毋知影，伫无形的中间，上帝会接你，会帮忙你。这个拢是咱后摆咱的教会中间分子，大家拢有才能呢。你问我分就有声，无你分我卖啊！无你讲，你掠来分我卖啊讲，佫会当这上年佫我会记小牧师佫教伊上年咧分迄个啥陶笛的，迄嘛是分就有声啦，对不对？但是你嘛是爱努力咪的所以真正感谢上帝。过来咱青年嘛唱啊足水的歌声，咱这青年，讲一句靠牧师来伫遮所拍的地基。咱嘛袂记，咱要互这个教会安怎继续，就是要有一个人伫后壁，这个年终奖，叫做咱的信用的调整，咱一步一代培养，互伊拢会当成做咱万民教会29年咧，万民教会勇壮的年啦，29年都要勇壮的年啦咱的教会啊啦，愈来愈有难转，咱每一努力。拍拼无论咱的年终奖、中年也好，咱的主流，大人拢照咱的教期甲牧师讲的，你毋通袂记。查实际的早起你若看，牧师若咧保咱讲，你要来礼拜进前，你会当伫厝看啥物？较早起来，礼拜你较早起来袂要紧，你爱倒有休困会当困袂要紧。较早起来，你8点到9点就查实际的，就真好的一个时间伊讲的迄个，就是我感觉真好，对圣经内底。
定爱看上帝。你讲阿伯兰有无？啊，到这杀啦，哇，90岁啊，几百岁啊，要安怎个生囡啊？哦，啊伊遐偷笑有无？啊，总是阿伯兰啦，顺服。所以伊讲伊一个顺服兼比顺服的读，弟兄姊妹，今日你讲啊，咱教会事讲事，咱无论什么款的敬有无？不然讲有当时有当时安尼，有当时安尼，只要你顺服上，尽你的本分，上帝拢有伊特定的意思甲项。每一礼拜，你来到上帝面前，信心拢咧做工。我主来甲你讲，我相信是安尼。只是你家己唔知影，这是足可惜。望咱三甲努力，望咱三甲共同三甲来侍奉，无论得势不得势，咱拢会晓认真侍奉上帝。咱真欢喜，今日看到这牧师、郭牧师的迄个后生甲伊的查某囝吼，迄个艾伦吼，我在头一届看，我计是看伊太太啦，我早起来，我想着无啥，但是要修养，只是一个一辈子内底，另外一辈子内底啊，我要想唔对咧，艾伦了，艾伦咱拍波啊个欢迎吼，这个大后生啦吼，利民甲艾伦吼，个迄个足欢喜，我看到这个陈丢乐啦吼。阿亮，陈丢了哦，我最近做生啊，足欢喜吼，看到伊安尼，个牧师有介绍着，我从开始就介绍着，好啦吼，望上帝能帮咱，甲你的祈求请安者，讲耶稣听你吼，望上帝能帮助咱。我会知讲牧师刘吼，牧师刘李明应该带转来，伫咧即个嘉义基督教区所顾县的即个安养院，所以我这咱的中职有一届有一个时间，咱再来甲看，咱再来甲看，甲看望望上帝定甲伊参加这个帮助因帮助咱每一个人，咱参加担心，参加来祈祷。真诶，要感谢你的稳定甲听头，你互我有即个福气，互阮留阮的活命，可以当参与圣工来服侍你，主，我甲你感谢，特别上帝，你一定帮助阮，互阮用心灵信息、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也互你的罗卜所讲甲听的，拢袂着你的。你感谢祈祷，拢上过这稣基督名来求，阿门。甲伊牧师间就是因为今日是即个上帝主日吼。所以牧师特别是讲，咱一个真特殊的日子，咱也爱注重这个日子，因为咱每一个拢会老，对不对？咱每一个拢有一天，咱大家拢共款，咱会甲咱的信仰的前辈拢共款，咱这个人中者共款，所以咱就爱注重这个。牧师用圣经，咱三个做伙拄则所读的圣经，拢讲伊几百岁安尼吼，读食无啥趣味，食较哈一百个几百岁、5、6百岁、7、8百岁安尼吼，这是圣经创世纪，咱嘛知影较早的人拢活遐久安尼啦吼。OK， 所以咱对这上年的这个主题，咱三个做伙来想一个地方，就甲牧师讲你袂记的这个年岁，袂记的年岁的一个快乐。人我食啊真重要，你问伊讲你几岁？讲我袂记啊，我袂记啊。伊感觉讲足欢喜我足欢喜，看伊无咧想伊的年岁，伊个意思。牧师恁讲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含义的意思。OK， 公主班讲一句话伊讲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劳之将至你就要用公义嘛，你袂当用台语。
哇，我袂识啊！特别念台语，要念语，哦，即咱较早啦，读迄个四书五经拢有读过，就是讲安尼真努力咧做代志，啊，袂记咧食饭足欢喜啊，袂记咧游文啊，毋知安尼拿年老都要到，啊，这毋知年老都要到啊，就是表示你毋知年老已經要老去的日子。我覺得咱每一人攏無，哦，特別伫咱的背景啦，伫咱的背景，年齡，即個年齡是人的一個生命一個界限。哦，咱若年紀愈大，啊就愈接近即個接近上帝啦，吼。所以世間人攏驚呀面對死亡。特別你看我世上啦，你若講到死啊，講到什麼哦，伊大要驚死安尼吼。但是人出世，哦，為你生出來，一直到你老，一直到你破病，哦，會到你有上帝甲你接去，哦，咱每一人攏共款，無一個人會當逃避，哦，無一個人逃避。所以有一個牧師問會長講啊啦，可能咱也捌聽過講，什麼人想要入天國？什麼人愛入天國？大家攏講啊啦。大家嘛愛，哦，大家攏舉手愛，但是牧師會繼續講，那好，即擺什麼人願意即時入去天國？大家攏講，無人敢舉手啦，哦，即時要去天國，無人敢舉手，大家攏點住哦，所以，對即個咱通知影，無人就是講無人願意去講死的代志。也無人願意去講着生日，甲問你的年齡，哦，特別是咱講有一個毋是講未歧視女性啦，咱看着講女人，特別是查某囡仔，可能是驚你的年齡，吼，迄個威脅啊，是講你無願意的年齡吼受過罪，哦，所以有一個醫生安尼講啦，吼，講如果咱來常常驚破病。恐伫遐驚遐有病，就你用伊安怎，你就用伊安怎破病。这是有些真出名的醫生甲咱講的一句話。咱上好啦，咱唔去談論着年齡，講甲袂記的字，無甲伊當做一個束縛。哦，咱無受到這個年齡的限制，所以不管你幾歲，你到幾歲。哦，你只要努力去工作，盡力去做上帝工，比如講咱咧佇教會內咧事奉，哦，無分年齡，無分時空，咱每一人伫遐盡力去做。哦，當時你雖然60歲啊，哦，但是你伫遐拍拼咧做，人甲你看嘅，當然你用看嘅有，人啊40幾歲，哦，因為我來教會看到咱哋兄弟姊妹為人，看嘅都無，甲伊嘅實際年齡個。我差足濟講，你已經有遮地位啦。哦，有當時是安尼，伫咱教會吼，有當時，所以有人咧講，咱嘅心理常常愛安那，將實際年齡安那減安那減幾歲？你敢會知？你就是我咧想啦吼。咱愛將實際年齡吼，心理上愛將實際年齡愛減20。所以我即個為咗30幾歲。我30幾歲，你講無感覺哦？無你個笑啊大聲，無輸摕家己來開玩笑嘅。OK， 所以咱的心理要上強嘅，所以安尼才會當互人啊活得啊快樂，有願望，你會積極努力去打拼，去工作，有一個黃金的時代。所以你這種觀念嘅下面，咱對創世記吼，咱。就係今日咱嘅經文化，就係咧讀這章，哦，你會感覺真孤單，哦，咱對創世記第5章，哦，今日有真濟人，咱咧讀這章嘅中間有哦，感覺真孤單，真單調哦，見看到看下活幾百歲啊，到什麼上帝甲接去，這章嘅中間攏咧講這代志，哦，你會感覺真單調，每一人嘅年齡攏是8到100。生囝以後死，哦，咱若講活入今仔日人攏像咱怪老鼠，咱攏怪老鼠，幾百歲，然後變做大家攏變做怪老鼠安尼吼。那這個老這個字，哦，其實有幾種嘅含義，
有衰老，衰弱，咱讲老干啊，就讲老成老成、老练。老干其实这个字就是讲，伊较技巧的，嘛毋是讲真歹听的意思。咱咧讲老干，其实咱台语咧讲老干是真歹听有但是其实伊是较技巧，较小聪明技巧，老成老练拢差不多共去做迄个学名字安尼那里面呢，利用味道丰富、成熟的一个经验来做有利益的人的代志，这是重要紧。其实今日咱所要谈论的是，咱要安怎去征服这个年龄，要安怎征服这个年龄。你若看这个约书亚记有咧记载一个真出名的人，加勒加勒。你若看你行为约书亚14章第10到11节来看，你甲看卖。你小可甲看者，约书亚，无错，而且有拍出来你行为约书亚14章第10到11节，而且约书亚讲伊虽然到85岁，总是看起来好像有几岁，无几岁，看起来都是40几岁，其实咱今日做要谈论的就是这个加勒，就是讲虽然伊的这个虽然伊的这个人老，但是伊的心拢袂老迄个感觉。咱虽然头毛已经白去啊，总无，但是这个依然有迄个少年人迄种的朝气，甲迄种的精神，保持亲像啦常青树共款。所以你看家里圣经底下咱有摕开圣经无？约书亚有约书亚，咱来看约书亚14章。14章第10到11节，伊讲安啦，当我85，我是安怎？勇壮，就像摩西找我去迄一工共款，勇壮，有无？伊犹原勇壮，亲像摩西找去的迄一工共款。这你去看前后文啦，迄阵啊摩西安怎找去？迄阵伊几岁？大概40几岁，迄阵应该是安尼。你若看，所以家里这是互咱读学习，伊直接讲安啦，讲我虽然80几岁，85岁，但是勇壮亲像40几岁。所以咱就会晓你看家里这个互咱学习的一个精神，咱伫历史的中间，伫中国历史的中间有一个健忘症的一个故事，这主角有一个宋朝的一个，是这个游历，带伫这游历的有一个叫做华子。在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花子甲这个儒生这个花子到伊中意的中间，哇，规个大拢袂记，物件摕互人就袂记的，伊互人早起时摕互人，暗时就袂记，甚至等来到厝的坐嘛袂记的坐，嘛毋知影袂记的要徛起来，所以行伫路咧袂记的行路。所以这个是有当较健忘症，规个失去这个，因厝人足烦恼，足烦恼，当时甚至当时会胖去嘛，不一定，因厝人真烦恼，足烦恼，所以请迄个相命的啦，去看迄个相命八卦啦，打死嘛，你讲怎啊听到有这种的现象？咱伫这个时代，咱知影这是健忘症，还是讲迄个衰退，还是讲你可能迄个。脑部有受伤的部分，所以因厝人做烦恼，去请人八卦，甚至去请这个巫师伊那个中邪是啥？来加休，但是拢嘛无法度，伊完是安尼。这个儒国有一个叫做儒生啦伊就讲这教我伊就咧讲，伊家己讲，伊会当治疗这种的毛病。哇！这个花子的这个某就讲，好啦，我要将我财产一半拢互你袂要紧。我即个是咧讲这个故事的背景。我要将财产的一半，你只要你甲我医好财产的一半拢互你，拢袂要紧。这个儒生就讲，这种的病毋是你会当抽
烧香啦，还是讲八卦啦，用什么？还是讲去请这边所以来会当甲化解？你必须要变化伊的什么？伊的这个地灵啦吼，地灵，检在安尼较好，哦较好。啊，所以伊就内心伊就甲试讲，甲伊的衫脱起来，哦伊安尼拢无穿衫，伊个会晓知影讲会寒爱穿衫，啊就互伊安啦，即个互伊腰，互伊巴肚腰，伊发现讲即个女生发现讲，即个花子，伊个知影巴肚要腰咧，哦。啊，带伊去暗的所在哦，伊个知影要食物件，带伊暗的所在，伊个知影讲袂暗哦，伊还去光的所在。哦，啊，即个女生看即个情况，伊就甲伊讲，安尼，哦，甲伊即个花子的囝讲，啊，你教我即个病会当医哦，总是哦，我要用的即个方法哦，甲别人拢无共，啊，袂使甲你讲。哦，啊，迄阵伊这是代代相传的一个变因啦，当然咱嘛毋知影到底是啥物问题啊，所以伊甲伊回一个实例讲。恁除了伊所有的人，伊要甲伊除了伊以外吼，拢袂当有别人。伊就甲即个花子伫咧房间内底7天，哦，啊后来啊当然大家拢无话讲，哦，就教伊的艺术。所以即个女生就使用什么款的方法，当然咱拢毋知，但是可能哦，伊即个病吼，受到即个。哦，乳腺的治疗了后，拢好去，拢好去，啊，真趣味啊！啊，这个花子，这个花主受到这个乳腺甲医好了后啦，伊虽然比另外一个人咧，他拢比，足规拢恢复对不对？以后来说，家己的囝骂，家己的某骂，这个乳腺啊，安尼安尼用要甲提讲，你啥人来甲我医好啦？吼。本来我逐项拢毋知，无烦无恼安尼，拢也无去受代志有吼，有当人就甲你款便，人拢甲你用好势，伊拢无去受当受灾，对不对？医好了后都无共安尼，所以你就要去受着足侪代志，增加伊烦恼。真正是安尼啊！本来无代志，你看有当时咱所以无事无定咧，甲无事来行二路嘛，是我有当甲无事你看。你看迄安尼穿安尼路安尼扫来扫去，拢无烦无恼安尼，拢比你较无烦无恼安尼，有无吼？所以你看伊穿破破拢无洗身躯安尼吼，安尼行来行去有通食，有通啥共补的共做嘛安尼过一工啊，咱是安尼，逐工有迄个思虑吼，同时你讲即个就是即个故事的背景，后来好行出来卖伊的某甲。重要，为什么？因为说本来拢无烦恼，即摆说烦恼拢来，逐项有迄个思虑拢走来伊的头壳顶，所以即亲像即个故事，毋管是真还是假，就拢有伊的道理，就是讲一个人伊记诶真济，伊的烦恼会增加。这是圣经几啊千年前就有讲安尼，还是姊妹？你可能你所以无数人来讲，会早起查 study 讲咱就一定爱读圣经。你一定爱有上帝话，食上帝话。所以无数过一摆讲，你拜死啊嘛，一定爱来查经，一定爱读上帝话。无然你一定爱上帝话。有上帝话，你才会知影上帝旨意。才会知影上帝。所以你要做什么代志，拢上帝透过伊的话，在安排你的一生。所以透过上帝的话，所以你就讲，像咱今日讲，定咧强调讲爱。读圣经，爱定爱读圣经，忙当伊安尼甲藏起来，你把你教啊，好摕出来。你规个拢无咧读圣经，安尼唔好。所以你一定爱读圣经。至少无你查经，无输每一礼拜有查经物件，你转去，有啊，无输讲的迄查经你无来参加，你只要甲迄个查经的中间你段圣经小可读者，兼在你无方便，兼在你大学上袂当拄好袂要紧。袂记，你一定爱读圣经。有上帝话，他是跟你讲；若无上帝话，你所做拢空到；若无上帝话，你绝对伫你生活就你无法当做一个足好的安排。袂记，咱是照上帝话甲教示安尼来行。上帝是透过伊的话来安排咱的人生。
这重要紧，无需要强调。哦，所以才去圣理所咧讲的，咱若无去看迄篇哦，真好。所以几啊千年传道书第一章特别就是甲你讲啊，因为你加有智慧就加有安那烦恼，加天灾物就安那加天忧伤。哦，传道书啊，空义的空义哦，一切拢是空义。我甲你讲啊，讲人所做的、野兽所做的，甲咱人所做拢共款。意思讲，叫你爱看较开的，茫受计较，茫受去较真正计较的，甲人计较，人计较在，因为你甲野兽共款，拢将来结局啦，拢共款。实在咱有当时圣经嘛，伫咧传道书有记载甲你讲啊，人不饥吃得多，吃得少啊啦，睡得香甜。人无论你食偌济，哦，你困啊啦8种。哦，亲像咧做工做事啊，困啊做死人啊做甲困啊8种。但是啊啦，伊讲啊啦，讲迄个人，特别是较有的人啊啦，不容他睡觉哦。迄传道书啊是，即个传道书啊是要真我去受益这段圣经在。哦，伫咧即个传道书第5章，哦，我用汉文来念。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劳碌的人有无？你无论伊食多食少，哦，困啊做啊足忝啊，困啊足8种哦，我听个。但是富足的人，富足的人是安怎？是安怎？只要讲富足的人，就是伊就爱加用足个精神头壳去拍拼，去说爱干咱咧烦恼无？富足的人的丰满，哦，这个足济无毋对啦。伊所赚的，还是讲哦，比别人佫较济，无对，比迄个劳碌的人佫较济，对不对？这真是智慧的话，几啊千年前上帝话就甲你讲，啊，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无容阮伊困袂去，安怎讲？要困去就咧烦恼明仔载，这生理要安做，明仔载要去趁偌济，明仔载什么人要交代什么人啊？较天光，经天光啊！佫开始佫无闲啊，对不对？所以几啊千年前上帝话，甲你讲吼，所以茫袂记，所以圣经的话实在是上界宝贵。你甲咱讲，茫想要执着，是咱生活中的物件，哦，爱照上帝教是每件有上帝，茫强求，每件有上帝特别的设定的每件的事情，哦，你来追求。超过上帝甲你迄种所以上帝互你去，但是你的人生的迄个路会歪过去带，无伫即个顺的中间。哦，这牧师爱甲你提示，你来去。所以咱今日要谈的是未记的年岁，就是未记的年岁，无受年龄来限制束缚。所以咱若让做到未记的年龄的时候，你就让享受真济一个快乐。当然，你未记的年龄。你享有什么款的快乐？保持青春的快乐。哦，是啊。你若无受年龄，你自然啊，足少年真济。保罗先生讲啊，你的外体，你的身躯兼在会毁坏，总是你的内心啊，一天胜过一天，而且换心就对。你的意思是讲，你的一天比一天更较少。所以一人的心灵，常常你保持着少年。你就让享受年轻之乐，你少年的一个欢乐。你穿衫穿搭，你工作无分年龄，你的心理上你常常会想，我还少年，就是以前共款有吼，咱每一个拢有这种的想法，我还少年，像以前共款，就家咧讲有吼，就去，咱若想够老的，你就安那求去，有无？你就大项拢免做，你就真正老。牧师若咧甲你讲，交代你是物啊？我说我无法度啦，你若讲无法度，我就系。无法度就是上帝遐，你敢知？真正你都无法度，叮当就是上帝遐，无你变咯。所以你就爱会晓克服这个。因为上帝，所以牧师若咧讲，你要来敬拜上帝，你要来做啥物？你甲上帝讲，上帝，你我归我。特别你头路也好，
伫你的头路的中间嘛是共款，上帝求你，互我有精神、有时间，啊啦，我找到这个头路会当挖开一切来敬拜上帝，来为着你做更好的工。你会当安尼甲上帝讲啊，你试看卖敢袂使？有人上帝甲你关这个门，甲你开另外一个门呢？啊，你毋是啊？你就干那一直要行这条门啊？都拢足无时间就对了啊！逐礼拜拢足无时间来侍奉伊，就无出来讲，要侍奉上帝，要服侍上帝，你是。迄个时間上，你就好啊把啦，足緊的。我今日去加拿大1個月，講轉來講1個月過啊。哎，新聞的，我迄抱迄孫路，佫會新聞的。啊，到高水啊，你會新聞的，你會新聞，我大家我甲牧師講，大家攏摕迄相片來咧看，攏用迄個電腦安尼。啊，1個月咧過足緊的。講就話你講1個月到，我轉來我毋知啥物人講，哎，牧師啊，1個月來遐緊啊？伊意思講叫我多較久咧。我說1個月才會緊啊！你說哎，佫看到你哦，開玩笑哦。OK， 所以嘛袂你時間咧過足緊。咱哪能想講後尾來侍奉上帝，好啊爸，你甲上帝講，上帝，你互我即個頭路會當安啦，哦，會當安尼跨開這個困難，會當專心來侍奉你。你侍奉上帝是要利益人正人的，一人你來教會咧侍奉是。幫助教會，幫助耶穌基督的機體，聖經甲咱講，互咱的機體得到完全，有無？咱的機體內底，大家互相幫忙，互相會當得到完全。機體袂當減低，但是忙袂去。時間咧過真緊，你著好啊把侍奉上帝的時間，真正是安尼。牧師來甲你提醒，莫講啊，你攏無時間，你攏無迄毋是。聖經念。我哋早幾個就牧師提醒咱一句話講啊，聖經條一句話咧出現伫咱的頭殼內底，是講佇聖經頂定聽過講啊，佇地裡啊啦，佇地裡，親像佇天裡，你即句話你家己細細去揣摩看看，為什麼聖經講佇地裡，親像佇天裡？你佇世間，哇，你咧拍拼是為着你家己，還是為着？你伫地裡咧服侍有無？你伫地裡咧服侍，將來就是有一天伫上帝遐咧服侍有無？咧侍奉，咧甘甜，你講袂出來甘甜啊！有真濟人，我無想要來講，有真人去天堂，佫倒轉來，真正伊足想講，啊，伊即擺就是愛到要天堂的所在，毋是趕緊倒轉來咧家己行行順順講，你著愛好好啊拍拼侍奉上帝，因為將來有一天，咱伫地裡就是天，而家咧侍奉上帝，咧學了上帝。所以我生活對完喎，每一禮拜咱來咧唱歌學了，你甲當作是一個人啊，歡喜的代志，歡喜快樂，萬感覺當我一當作哎呀，我毋是安尼，你歡歡喜喜，快快樂樂，哎，你大濟人參你才有會當來唱歌學了上帝，你家己想看覓啊？你是一件足好的代志，你對唱歌學了，互你個安音樂的天分，安那？你有這個音樂的天分，會影響到你的啥？你會行順順的，無需要你講。我即回去加拿大，阮查某囝，你孫啊，你有我佫用迄，我有一間我用迄相片互你看。都，我就聽牧師無等下甲因講，伊若聽到音樂就安尼啦，吼！伊無咧食物件啊，聽到音樂就安尼，我就調起來啦，含咧坐啥伊嘛安尼調咧，我調啊足歡喜的，足單純足歡喜，為什麼？伊有迄個音樂的天分。我的查某囝，我的囝自然伫教會內底，伫種個背景的下面，有你啊個，因攏有迄個音樂的天分，啊，較會歹。啊，你有這種音樂，你來參加生活隊，有這種音樂條來留，你會行行順順太歹。你為什麼袂安尼想咧？你為什麼袂啊？人當作是一個人？上帝，你互我佫較有時間來服侍你，佫較有精力來服侍你，所以你找頭路甲上帝講啊。你試看覓有真濟人，牧師，我佫講一遍，牧師實在是較囉嗦啦。有你有這個無信的人講啦，上帝啊，你若是真的吼，你若是真的吼，你着安怎會真正有無？你做做未信的人，伊有無？你甲上帝安尼講有無？上帝就照伊所心所願的，哇！伊才行一條你知？然後哦，感謝主，恁的上帝真正活我的上帝，所以對迄條開始伊啦，來信上帝，來聽道理。你聽道理遐久啊，你甲其他對上帝袂曉安尼講。上帝，你也是真的，你也是活我，你也是我的上帝，請你給我批判。
所以无需要讲倒啦。唔当啊，你求的上帝爱要互你的，甲你求的无相像，上帝就爱你叫你啊较忍耐，啊大大等啊，莫急啦，哦，有时我丢了开刀啊，我去遐看伊就讲，我这个疼啊，我咧，伊拢袂记伊顶一届开迄个刀啊，经过半冬啊，半冬才好啦，爱经过几啊半冬甚至一冬才好，伊马上想讲，我开刀较骹，伊拢袂记哦。爱豆豆啊，我拢一直甲伊讲有啊吼，我拢甲小朋友讲，莫急啊，豆豆来，豆豆来，豆豆啊，迄种的物件是豆豆啊才会好，好 ，OK， 讲真个，所以，咱若是受着老，你就会当啊，救去，啊，就放弃，啊，真正老啊，真正老 ，OK。咱台湾的社会，咱看咱台湾的社会，就去迄个老龄化的社会，对不对？咱的教会嘛是共款。咱要做到袂记的年岁，咱才会当享受少年的一个活气。咱的教会有，咱的教会，所以咱有迄个，伫咱的教会内底，咱有迄个，我感觉咱的教会当然，牧师咧招讲啊，咱来参加迄个咱的教会相遇参加，有足侪人啊，可能也无领导啦。我少年，所以无会来参与，可能牧师还想安尼啦，为好会想，伊可能也无领导啦，OK。但教会嘛，讲啊，你要咱做到袂记的年老，才会当享受少年迄个活。虽然咱的身体年龄迄个60、70岁的年纪，但是你的心理的年龄又原啊活伫青年黄金的年纪。所以这种的人生才是宝贵，这日子才有价值。这是牧师对咱的这年长者是重要紧的问题。过来就是你会当啊享受真济，你若袂记迄个年岁，享受。第二就是你会较积极啦，袂像啊咱啊感觉啊，我就老啊，我就起了，我就咁咩啊，毋是。你若袂记你的年岁，你逐时阵你拄着人有无？你讲感觉你活跳跳无，足积极的，你会积极较进取的一个快乐好像牧师有提到附录中加力是就逐日咱校外人服务，伊到85伊还搁啊保持40岁的心情。伊愿意啊重新开始伊的工作，所以讲啊，讲我也是庸俗，有无？昨牧师有咱看圣经，讲伊也是庸俗，嗰个加力虽然老，心未老。有人讲啊，老人甲少年人上大的差别，啊听伊讲话就知影。安怎讲？老人拢讲啊，对啦，拢讲过去啦，我过去安怎，我过去安怎，我过去啊，少年人拢讲啦，我头前我过来，我要创啥，我过来，我要哇，你敢知？你又知啊？我讲过去啊，OK， 有啦，听过啦，咱两个年老的人拢讲会去过去，OK， 所以咱若袂记的年岁，正咱会当享受积极，会当啊，佮较往头前，奋斗，往头前冲啊，冲啊，其实咱会当看到咱的社会、咱的国家，甚至咱的教会中，上界要紧重要领导者拢是安啦，啊，就50、60岁以上，你袂当收少年，嘛袂当收啦，咱50、60岁以上的人，上界老练成熟，这人咱若袂记的年岁，就要安较积极，你会当啊，继续落去，活落去，做落去，是上帝理解。第三点就是咱和谐相处的一个欢喜，咱若袂记的年岁，咱就是咱会感咱的囡仔，有无？无论你几岁，咱拢会讲，就是讲计算年龄有年代会分，所谓的年代就是年龄甲代沟啦。代沟就是讲，你甲少年，你无法通沟通咱虽然会当提高了8分，但是确实的年龄带来人甲人之间的距离，有无？有人讲啊，你著食较老啊，你都毋知影我的意思，你嘛毋知影我的意思。这就是一种的代沟有迄距离，所以有了距离就产生代沟所以咱大家会当袂记的年龄就咱会当爸仔囝哪兄弟母女老母甲这个查某囝就哪姊妹有无真正你若袂记的年龄有无？你甲你的查某人，甲你甲你的查某囝出去人讲恁哪姊妹有无？咱有当咱会讲安尼。其实这条讲法是讲就是讲，你的思考、你的思想内底较相近，你的思考、你的思想较参就安尼，所以
我袂记。年龄的，咱若袂记年龄的时阵，就是哦，老爸甲囝就是兄弟啊共款啊，老母甲查某囝就是咱姊妹啊，做伙就啥就是较和乐，哦，较和乐啊。兄弟姊妹主要做爱咱啊，变做囡仔的关系，哇，主要做爱咱变做囡仔的关系对不对？因为囡仔啊，伊较天真啊，天真啊。拢无烦无恼哦，所以伊容易做伙相处，哦，容易做伙相处，佚佗啊，佫较欢喜快乐，对不对？亲像70岁人的心理变成做囡仔同款，你就当讲10几岁囡仔做伙耍，哦，无形中的中间你就拆掉迄个代沟，所以迄个囡仔袂记迄个年龄的时阵，你无爱看即个阿公啊，阿公做伙近的亲像哇，足歹安尼有吼。咱较早咱细汉，咱看迄较年老的，咱感觉哇，伊咧足威严有，是日本时代有。迄是较早日本时代，我看阮老爸吼，哇嘛是安尼，哇，伊囝孙啊有人拢足惊迄阿公有吼。即摆这时代较无有啊吼。哇，阿公啊，佫甲伊孙做伙吼，像我去甲加拿大嘛，甲阮这孙啊安尼，哇，足爱阮婆安尼，足爱找阮安尼，哦，对不对吼？所以咱若看这个。哦，伫无形中你拆开即个代沟，哦，囡仔也袂记得你，哦，就会当好来，大家做伙相处，迄个秘诀就是啥啦？你袂记的年龄，哦，会快乐，哦，所以结论来讲，兄弟姊妹，袂记的年龄是要叫咱袂记的世间的现实，但是叫咱袂记迄个年龄所带来的后果，像迄个压迫，像对咱的束缚，咱要对年龄。解放出来，咱唔通做嘢干啦我都活无几岁生囝讲饲的，哦到尾就离开世间，哦，咱唔干安尼想着我都饲饲过来就伊这种的生活观，咱唔通安尼。因为真正你袂记的年龄，袂记真正你甲袂记的年龄，你才会当返老还童，就是以赛啊。49、31就甲咱讲咱才会当亲像鹰鸟展翅飞悬走也袂野，行也袂先，哦，行也袂先，走也袂野，好无吼？这是伫个以赛亚第49、31节，伊才甲咱讲。所以伫遮最主要咧变成咱这年终奖吼，咱每一项拢会当亲像。鹰鸟展翅飞悬，走也无野，行也无先。以上咱当心大家的祈祷。安尼，爸，阮感谢你，感谢你的分享甲听。上帝啊，阮知影，阮每一个伫世间，我有无小像的背景，有小像的问题，都是主你上知影。你知影阮要决定什么代志，你也知影阮要做什么代志，主你上清楚。所以主，阮就爱想，阮有照你的教示来行。有当时你咧启示阮，你咧教示阮，就要安怎来行，安怎来做。主，今日是阮的年终者的一个主日，望加添阮这年终者，佫较有智慧，对你这边来智慧，较熟悉智慧，安怎去面对这件代志，安怎去行去做，来享受这个伫世间的年日的快乐。阮袂记阮的年岁，主啊，求你帮助阮的年终者。伫教会佫较做好的信仰的调整，我会当达到阮学习所在，就你帮助阮你的面前，安尼甲你感谢你。